陳志全議員。從07-08雙普選到2012雙普選，到今日湯家驊議員提出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落實雙普選，展開廣泛諮詢。終極普選之路好似越行越遠，終結普選呢就好似指日可待。我諗我哋香港人個普選之夢呢，都應該係破碎，或者積極啲講，係應該醒。今日要立法會教政府去做嘢，要議員催政府、催梁振英去交功課。我發現呢，梁振英係有鋪嘆慢板嘅癮嘅，施政報告就遲3個月，揾個平機會主席接任呢，都要拖多你2個月。普選諮詢唔知又拖幾耐，即係梁振英呢先至係慢必其實。但係雖然佢想拖，佢想避，但係作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局長，我覺得你係責無旁貸。就算老細要避，你都要提佢，甚至係催佢，要佢正視問題，否則係失職，係失責。我以為係同志平權先至要逼政府做諮詢嘅啫，原來政府政改方案啊，今次我哋都要講到牙血都飆，都係逼政府俾個諮詢嘅時間表。而家就好似點呢？好似係做仔嘅要教老豆去生仔，即係 book 咗期㗎咯喎，2017年就係㗎喎。即係生仔要事前功夫噶嘛，要做嘢噶嘛，唔係話1、2次就得噶喎，你快啲做啦，唔係到時你生唔到噶啦。老豆阿媽開工啦，有冇做啊？就係咁樣。其實要落實雙普選，香港真係難過生仔，因為會生出啲乜嘢，生出嚟嗰嚿係乜嘢，阿爸阿媽、香港人、立法會議員都係唔知道。最可能嘅就係生個怪胎，係阿爸阿媽都唔認得，或者係唔想認。盡快落實雙普選，到底講緊嘅雙普選係乜嘢呢？而家我哋話有時間表，陰公，雙普選係乜嘢？反而呢係仲未清楚嘅。而家都仲未有雙普選，有普選嘅共識。功能組別應唔應該取消，定係點樣嘅形式存在？又話未有共識。到底乜嘢係普及而平等嘅選舉？我記得當年呢，即係唔係好耐嘅2010年，當年有議員支持2012政改方案，當然係我講緊民主派啦。有人就好大聲講嘅，佢話社民連同公民黨呢就有變相公投，我哋呢都可以有變相普選嘅。哇，變相普選喎，到底呢個變相普選係咪香港人追求嘅真普選呢？原來佢哋所謂嘅變相普選就係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，15個區議員提名1個候選人，只係開放投票權俾全港300萬選民去選。呢個係咪香港人需要嘅普選呢？我記得當其時好多支持民主嘅香港人都好憤怒，包括我。我參政嘅一個主要原因都係因為2012政改方案，有民主派嘅人士轉軚支持呢個方案。佢哋除咗係背棄咗當年自己2012雙普選嘅承諾之外，對唔住選民，令到好多人失望。仲有一個罪大惡極嘅地方就係種下禍根，後患無窮啊！如果承認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呢個控制提名權、參選權，只係開放投票權嘅選舉，都係屬於普及而平等嘅選舉嘅話呢，咁功能組別千秋萬世呢，其實一早已經留下咗伏線㗎啦。好似而家好多人都講㗎，只要開放功能組別嘅投票權，已經係普及而平等嘅選舉㗎啦。嗱，教育界你就揾3個先生出嚟，俾全香港市民投；法律界你又揾2個律師出嚟，又俾全香港市民投。到時呢，呢啲都可以係普及而平等嘅選舉㗎。由1人2票呢，可能變咗1
一人31票添，咁啊冇小圈子選舉㗎啦，呢個叫大圈子選舉。嗰啲支持咗或者他朝又轉軚支持嗰啲議員呢，可以拉 banner 派傳單。好嘢！我哋上次一人爭取到2票，今次一人爭取到31票。呢個係咪香港人爭取咗10幾20年嘅真普選呢？當日梁振英選特首嘅時候，佢話佢親身體驗過提名門檻太高嘅壞處，攞提名好辛苦。佢自己都爭啲入唔到閘，所以呢，你聽佢咁講，就梗係話支持個低門檻啦。點知選完出嚟之後，口風變咗，佢話門檻不能太低，否則又會出現咩多輪投票啊，否則得票率呢有咩唔過半啊，我都唔知關咩事。喺呢度，我要提醒一啲支持戴耀廷教授佔領中環呢個諗法嘅朋友。我知道一啲民主派嘅朋友呢，都仲係覺得呢個係迫不得已先至會用，係最後嘅武器，即係呢把劍呢，係唔會隨便掹出嚟嘅，係用嚟大政府嘅啫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呢個唔係你大政府，而家係中方大翻你。有冇聽吳康文講啊？如果普選出反對派做特首，中央肯定唔會任命，故必須經提名委員會篩選。即是話俾大家知，普選行政長官係必定有高門檻嘅篩選機制，封殺一切非北京屬意嘅人選，徹底違背咗平等而開放嘅民主原則，剝奪香港人嘅參選權利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嘅普選夢，無論係破碎定係醒，都要做好我哋嘅準備。佔領中環唔係口講嘅，係真係會實行嘅，而且係比大家想象中會快。係中方逼出嚟嘅。陳志全議員，你嘅時間到啦。